来嘛，喝，又喝不了了，喝掉，哎，喝，哎，喝不了就别喝了。你喝你认识啊？走吧。别喝干嘛？来，哥几个，好东西啊！来，庆祝冷风回归团队。峰哥，不错。你怎么了？除了他老婆，谁能让他这么颓啊？甭理他，峰哥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我也敬你一个。老大，一起。段飞，有什么心事说出来，大家听听。李达的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我总觉得志东依然面临着危险。行了，老大，别疑神疑鬼了。还有谁能对嫂子不利啊？李达的事情肯定跟韩元仓那些人有关系，他还是会阻止石东的计划。魏天亮的阴谋也不明晰，红鼎的商业方案外泄，泄露者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觉得更严重的事情马上要发生了。不如让我去查，把泄密的人找出来，再把阿玛问题先处理掉。也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当年杀我爸的人也在这场阴谋当中。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了？还不确定，不过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看来又有一场好戏了啊！段飞，我知道你等这一天很久了，但是在解决红鼎危机之前，你最好还是忍着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老大，峰哥说的有道理，不然很可能还有人对你和嫂子不利。放心吧，为了找出那个人，我等了很久了。老大，我敬你一个。老大，你这么晚回去，不怕嫂子骂你啊？他要骂就让他骂吧，反正已经习惯了。真男人，敬真男人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不错不错，这酒喝得很好。大哥，这真不错。去的，来接着喝，喝。我真喝不了了，这点酒就喝不了了。我真喝不了了。这3杯酒都喝完了，这一小沓钱就是你的了啊！喝！哎，乖乖，不错不错啊！把这一小沓，哎，也给喝掉。可我真喝不了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别着急呀，我跟你讲，喝完这一沓，这些钱也是你的。来嘛，来，喝，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一起，喝掉。哟，真乖，来，让哥亲的，哇！哎，喝，不错，再来一个，快！不想吐了吧？别，没事，慢慢喝啊。好喝，哎，漂亮，来，再来一个。来嘛，喝，又喝不了了，喝掉，哎，喝，哎，喝不了就别喝了。你喝你认识啊？走吧。别喝干嘛？老大，干丫的！
聊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段飞，你说吧。我只是想多赚点钱，就这样。你非要用这种方式吗？难道你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？是，我为了钱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段飞，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救了我吗？你以为我不是走投无路，会被这些无赖蹂躏吗？好了好了，那为什么呢？我妈妈得了重病，她现在就躺在病床上，我只能一天一天的看她虚弱下去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所以我需要钱，我需要很多钱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下贱？是。但是你有过走投无路的感受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发生了这件事。我不该跟你说这么多，你也不用知道。我给你。什么你需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 30万？这卡里的钱足够治病。对对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这个你就不用问了。以后啊，就算再缺钱，也不要做这种事了，知道了吗？你这算是包养我吗？你喝多了吧？对飞，我们签个合约吧。你不签我就走了。我签。谢谢，不过这个你得拿着。以后啊，你不要担心钱的事儿，好好工作，这样你妈妈才会觉得欣慰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对对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没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没关系，